们的加德罗斯队屈居亚军，第3名则是由雷石海盗团拿下。有没有搞错？哇，要中了！这下能买多少小鱼干啊？虽然前3名已经出现了，让人有种结果已经出来的放松感，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，现在竞速赛仍然没有结束，还有一些参赛者仍然奋战在赛道上，让我们继续为他们加油吧。确实，都说比赛就是拼搏第一，重在参与嘛。不过，这可是凹凸大赛，结果才是最重要的。不能证明自己出类拔萃，不能给观众带来愉悦的参赛者，都是不合格的产品，需要处理掉。我宣布，竞速赛将在最后的10秒内结束。届时，所有没有到达终点的参赛者，全部都要被淘汰。什么？哇，所长大人还真是知足。姐，我们好像有点悬啊！快想办法呀！我哪有什么办法？别怕，不会有事的。作为谢幕的烟花还算合格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带来的节目，还有多多支持本研究所的产品哦。竞速赛的解说到此为止，还请各位期待接下来的精彩比赛。真是危险！艾比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是那个人，这么近看他真的好帅呀！他好像得了冠军！姐，等等我。谢谢你了。你是个好人。哎，紫棠，我们居然得了冠军！金，这次能赢可全靠我。你要怎么感谢我？谢谢你，凯莉，你果然最棒啦！知道就好。可恶的星月魔女，我饶不了你！恭喜各位，通过了淘汰赛第1轮。目前还剩下51名参赛者，将进入下一轮的比赛。等一下，裁判长，之前那个莫名其妙的竞速赛算什么啊？又是炸弹又是炮击的，还有那个莫名其妙的观战团，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，但那些并不重要，只要继续努力去赢得比赛，最终的胜利者自然能够知晓一切。接下来将会公布下一轮的比赛规则，但不是同时公布。竞速赛的优胜者将有权优先知晓规则，并先一步进入场地。
这也是属于胜利者的特权。珍惜这次机会吧。下一轮比赛积分赛，具体规则如下。又来这么多字，有意思。竟然是这种比赛！参赛者将获得一个号码牌，数字为1、2或3，请挑选一颗属于您的号码牌。咦，您的号码牌已选取，您可以通过个人终端调取和展示它。请妥善收藏好您的号码牌，它将是您下场比赛的关键。喂，你们也拿到那个牌子了吗？你们拿到了几号？我拿到的是……不要说那个我说，你这家伙到底有没有看过规则？什么？我当然有看了啊！好了，第一批的4人将被送进赛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好自为之吧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可能会是对手了。记住，不要把你的号码告诉任何人。那么，下一批。这就是第1轮的场地。总之，先找找大家吧。格瑞、紫藤、凯莉，不是吧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。唉，算了，休息一会儿。这鬼地方，搞什么？那是。是你，宇宙海盗一伙的。是你小子呀！别紧张，我没打算跟你动手。你也看过这一场的比赛规则吧？很明显，像之前那样随意战斗已经不可能了。我们完全可以和平相处的。是这样吗？那规则是怎么说的来着？我记得你叫做金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咱们也算见过几面了，而且你们可是竞速赛的第1名啊！其实也没什么啦。对了，你是叫那个……我是雷石海盗团的帕洛斯。之前虽然有点不愉快，但那都是我们老大的命令。我其实挺喜欢你的。
是吗？千真万确。要是你还不相信，我可以给你看我的号码牌哦。号码牌？请妥善收藏好您的号码牌，它将是您下场比赛的关键。记住，不要把你的号码告诉任何人。没错，本来是不该轻易示人的，但是为了表达诚意，我还是决定告诉你。金，我拿到的号码是……等下，既然这么保密，我还是不看了。不用客气，俗话说未知会导致猜疑，猜疑又会产生敌意。在这里，只有我们互相坦诚，才是避免无谓争斗的最佳办法。哦，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。这样吧，不如我们换个形式，一起亮出我们的号码牌吧，作为你我建立信任的仪式，这样就谁也不吃亏了。哦，听起来很不错。那好吧。很好，那我数到3，1、2、3。啊，这……哎呀，这玩意儿坏掉了，怎么显示不出来啊？真的坏掉了？不信你看。哦。哎呀，真可惜，差点就能拿下1分了。你骗我！是你太蠢了，笨蛋！你可恶！质量冲击！傻瓜，再见吧！狗屎运的小子！那小子不会摔死了吧？啊，真可惜，好不容易能轻松到手的1分。谁？你……啊，得救了！这里是……啊。